在个新闻要带乡亲来看应菜花，相信真侪乡亲捌食过应菜，毋过你敢捌看过应菜花？一般饭桌顶面的应菜呢，正常了20天就会使采收，干那这个布地、家己布地甲破煮种的采种用的应菜呢，是专门用来提供应菜籽的，这才会开花。伊的外形甲这个古厝花差不多，大部分是白色的。今年花期都是双十连假，所以讲老用，不妨到家己去欣赏10月生。青色叶啊，白色花瓣伫微风中游来游去，这是家己才有的10月生。规片的花海铺伫涂骹，互人挡袂牢，想要行入花海内面翕一张相片。这毋是白色古翠花，是应菜花，而且是爱采种用的应菜才会开花。若想要看，就要到家己的布地甲破煮。因为阮遮的应菜吼，迄个产量较好啦，问题。收起来会籽较水啦，别位较沙土吼，种起来会产量无遐好啦。大部分的人拢食过应菜，毋过看过应菜开花，却是无偌济。想要欣赏，就爱趁即阵。讲实在是伫咱家己的这个布地桥破厝这附近伫10月份开白花，非常的漂亮。有个人说它是10月雪。哦，我迄有人迄个小姐还是啥拢带人嘛来咧看咧。双十连假趁好天，不妨出外去行行咧，到花海去散步，享受一个浪漫的情怀。